今仔是5月7日，天气是真热热。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准备用苹果、往来西瓜、顶水果做个冰粽，让动物来享用。保育员将好食冰粽拼予学员碰起高，因摕到冰粽赶紧解开锁啊大食。日子是5日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动物也爱食粽来应景。冰粽我们是选择用水果，里面大概有苹果，然后凤梨，还有西瓜。然后我们选择给黑冠松鼠吃，然后让他们可以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。因为这些水果切小块之后可以包起来，帮他们做冰凉的冰粽。因应无同款动物的需求，特别制出包含水果、菜色冰、清冰等的冰粽，让动物能享用。尤其是热天，冰粽也让因的体温来降落来。他就觉得很新奇，他想要再看一下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特地开车上来。在这动物园看大象，还有长颈鹿。动物园统计，去年5日3天连假吸24000多人来参观。因为动物园进前连续休困10天，进行园区环境补强，5日重新开园，希望这摆4天连假吸更较侪民众全家大细到动物园来参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